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下面张伟明。咱讲美国内地哦进口已经来开放，但是若是实际有肉品要入来，上紧就要等到这个3、4月这个时阵吼。这阵嘛传出讲哦，这个进口商哦，大家拢无想要进哈，到底是啥物原因呢？那么我哋讲吼，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早起是来到台北港遮来视察啦吼。这个报关相关的这个作业，嘛强调讲哦，来遮的目的唔是要看这个三肉精的这个猪肉啦吼，尤其这阵也看袂到啦吼。另外，苏贞昌嘛咧讲。这个肉品要入来台湾，都要过3关啦吼。倒3关呢？咱讲吼，财政部这个海关也好，还是讲phòng檢局这个查驗，佮有这个實驗室肉品的查驗哦，第這個3關啦吼。另外係自正月初4開始啦，今日開始，這個衛福部、這個農委會都要有豬肉相關的這個廣告，或者是豬肉儀表板的這個廣告，咱等下嘛帶觀眾朋友做來看。另外呢，面對着這個內地的這個爭議，尤其是這個在野黨、執政黨也是差袂煞吼。所以無人伫咧面對爭議的時陣，伫咧元旦文告講啥？講台灣是以內貿易生存的這個國家啦吼。咱看伊是安尼講，過去咧經過着3日政府的這個難題，這難題啥？開放內地啦吼。伊講吼，這個部分即陣已經無回避、無處理這個空間伫啦，伊要用上謙卑的這個心情，請所有的這個國人同胞來體諒。但是伊這句體諒，佫引發着真濟種爭議啦吼。透過今日節目，咱做回來對話。現在邀請來賓，第一位咱邀請花蓮縣肉品運銷合作社主席景美玲。主持人、各位來賓、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請前衛生署長涂成鐵。您好，大家好。第三，咱邀請中國國民黨文團會副主委鄭兆新，兆新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兆新。透過連線，咱嘛要連線到中華民國禽肉行銷發展協會營務理事長李春來。大家好，李主任你好。先來帶觀眾朋友來看講吼，這個今仔日這個查港的這個作業啦吼，其實有人講吼，肉都還未來。行政院長蘇貞昌，你是咧查啥物啦吼？先帶觀眾朋友做來看。有人說我今天是來看萊豬，不是，我是來看檢驗的整個準備跟程序，我們也可能都看不到萊豬。2021第一個上班日，行政院長蘇貞昌大動作帶領真濟部會首長來台北港視察，毋過伊先說明目的毋是要看內地，佮強調講肉品進口台灣愛過3關，包括財政部海關、phòng檢局的phòng檢查驗，佮是有數肉品質相關查驗，毋若一批一批查驗，進口的豬肉嘛愛有相關標示對回來行，佮有豬肉的儀表板，拄初時開始，逐工攏會佇咧3個部會官方網站來公告。衛福部。我們財政部、我們農委會每天上午11點，這個儀表板就公布每天台灣豬到底我們有屠宰多少台灣豬。今朝看到2021年1月初1到初4，台灣豬肉3048檔，其他內臟會當食的部位2811檔，兩項進口數據攏是零。蘇貞昌閣一解強調講，台灣以貿易立國。貨想要銷出去，就一定要接受人的貨買入來。王美花嘛講，國際貿易愛順真重要。經濟部是希望保護國人安全之外，國際貿易的順暢。這個是很重要。針對地方自治條例內地零檢出的規範，行政院認為是違憲，嘛叫外界批評行政院像大法官，無配合的管制首長，可能去互抹掉，還是單削。蘇貞昌是以請交出舊時代來回應。在過去國民黨威權執政的時候，曾經把一個縣長就給撤職，那時候是國民黨的威權時代，台灣早已經民主很久了，有人還活在威權的時代。蘇貞昌指出，憲法規定有關國際貿易甲食品安全攏是中央的立法，而且來執行的事項，全國應該統一，唔通無共款，才袂互店家為難。蘇貞昌嘛保證，對海關到人民的飯道，政府會一路追蹤，互資訊公開透明，請台灣人放心。記者綜合報道。咱講到含有內劑這個部分吼，這個豬肉已經開放進口，但是咱頭先嘛講到，真正這個肉品要入來，可能上緊甲4月這個部分吼。但是這陣嘛傳出咗真濟這個進口商連進都無愛進啊！咱繼續先來請教咱的這個李春來吼，因為有當署長吼，春來兄甲你請教一下吼，真正無想要進吼，這個原因到底是啥物？因為即馬大家未接受這個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嘛吼。
咱大家阮这业者就无可能进，无可能进，伊有几个基础。第一个是讲，因为咱国产的家己传的有9成嘛吼，一成无够的则靠进口嘛吼。是。进口这个一成内底，其实美国底才占1成，所以认真讲啦，以总量来讲，美国底才占1%尔，对吧？咱家己占9成，咱家己自给率有9成，1成靠进口的，进口内底1成在美国底啊，所以美国底才占1%尔，所以要取代美猪，以我们业者来讲，因为大家有顾虑嘛，所以我们暂时都没有进美猪嘛。是。哦，应该讲，到1月初、1月中，还有零星的柜子会来了。1月下旬以后，就都拢无美国底的迄个猪肉入来啊。月底的时阵就无爱入来，是安怎咧？拢无爱入来，因为大家有顾虑嘛，进来嘛无人买啊。是。无莱克多巴胺嘛无人买啊，所以大家拢咧无用济啊。阮业者不管是通路的、加工的、贩卖，还是餐厅、餐饮业者的，拢为着这个猪肉，不管是做国产的，嘛爱一直标啊，吼，爱证明，不断的爱甲人摕说明啊，摕什么遐告示啊，无就是遐打啊，无就爱检验啊，验了搁再验啊，无就爱摕什么屠宰证明，无就产销的迄个履历，互人可以看啊。是。这拢其实拢是，无这项物件，大家咧一直做，做甲嘛足起烦恼，对吧？吼。是。讲就无这个。没有这个成分，也没有这个几率会有莱克多巴胺，大家就要疑神疑鬼啊，疑神疑鬼就无法度，就是爱做啊，无人客袂接受的啊。是，当初过去嘛讲到吼，70%至80%吼，过去这是咱讲美国咧使用这内剂这部分，但是到几年落来，咱去甲观察哦，其实这个数量吼，伫美国来使用嘛是减少啦吼。即马目前已经90%，哦。最新美国互我的资料是90%拢是无受肉精的。OK。伊的原因的基础就是讲，大陆自非洲猪瘟以后啊，大陆是第一大产国嘛吼，因饲4亿外头，死2亿外头啊。是。所以你甲看咱台湾的猪目前有小可起价70块啦，1公斤，毛猪70块，大陆的毛猪1公斤160块啦，所以因拢市价咧买足悬价吧。因为因买肉是无管啥物品人，只要有就好啊。咱台湾因为才欠一丝啊尔，咱9成内底才欠1成，所以咱爱拣咱有需要的，会下咱用的咱才买。所以两个情形是无共款的啊。OK， 其实咱嘛讲到吼，开放这个美猪啦，有当时啊已经无利润通去这个吼来去谈吼，所以有寡这个进口商嘛无想要去做这条生意吼。另外就是讲吼，真正若是开放内济这个猪肉吼，真正有当时啊会去用点油做记号啦，大家拢会睁目睭吼，咧天目睭咧看吼。其实咱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咱头拄讲的这个猪肉这个仪表板吼，其实咱看到今仔是初4嘛吼，咱统计吼，甲这个1月初甲这个1月初3吼，即阵咱拢看到台湾猪的这个部分哦，3048吨啦吼。另外吼，这个部分进口猪的部分，咱讲初1甲这个初3的时阵也无看到啦吼。所以即阵咱看到这个部分拢是空白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头拄这个还未上节目时阵，咱讲董事长甲咱讲到吼，美国即阵的这个吼，咱讲货柜入来吼有够少啦吼，所以咱买手吼真正因为安尼吵闹了后，真正内猪嘛无要来啊嘛吼。其实咱搁讲到吼，这是对进口商进这个肉猪吼，咱讲猪肉入来吼，其实咱搁请教咱在地这个部分吼，咱身为这个花莲县吼，这个主席合作社主席，安怎看讲这回内猪要入来，对恁有啥物款的影响？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已经拢讨论足久啊，当然大家拢介支持台湾本土的猪肉。最近因为要过年啊，天气寒，大家拢要做年菜啊，也搁有讲需求比较较济所以讲有逐年的这个时阵要过年进前的1-2个月，迄猪价本来都是有小可会起，这是拢正常的状况。大家嘛免伤惊吓，都稳稳啊。其实台湾的猪肉、健康的猪肉足济，大家拢唔免讲伤惊吓。其实你嘛有讲过啦吼，这个家己的台湾猪，若是拍出品牌是袂惊，咱讲内猪吼进口还是讲吼倾销啦吼，你搁讲到咱台湾猪的这个咱讲品牌这个部分无？
台湾猪即马介济国产的品牌有足济，啊，农委会嘛定定像今年12月，啊，搁有11月时阵，伫迄国际的迄世贸遐的迄展览，你就会看到台湾足济品牌国产的品牌，啊，其实大家认定讲你国产做介久的品牌，啊有家己的牧场、家己的品牌、家己的即个肉品的即个专门销售你会当买到的即个通路啦，通路是，其实拢毋免惊遐讲有内资的即个问题。啊，消费者你就认定讲，遮国产的品牌、国产的即个猪农饲的猪，你就会当较安心。OK， 较安心啦吼。但是有影吼，伫咧健康上，还是讲有即阵即个神经毒性的即个部分吼，有一寡即个报告嘛来开始产生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今仔日咱讲开放即个300种的即个猪肉来进口啦吼，啊上紧即个货柜咱头拄讲到3个月至4个月了后，才会有即个肉品吼。但是有人就疑讲吼，即个苏贞昌院长吼今仔去台北港是咧演戏演倒一出啦吼。继续咱先请教即个署长啦吼。咱安怎看这个动作咧？这是要演互什么人来看？这苏院长讲足清楚的吼，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OK， 一定爱迄个咱叫做什么呢？提前部署 ，OK， 那部署什么呢？部署不是去看来猪，无来猪堂口啊，不要看来猪，他是部署说，哎，你们这个进口的这管控，这个行政流程啊做得如何？是，万一进口以后呢，你这个标示，可能做得如何？那这个标示完以后呢，未来在卖出去的或要检验的时候，这个检验的能量能的行政，他是去看行政作为，他不是去看来猪，因为没有来猪可以看。是，但是因为这个过年嘛哈，刚过完啊，他也觉得说已经公布美国是可以进口猪肉，包括有莱克多巴胺的哈。那这个当然是医学问题，它不是政治的作为，他不会去做这个，他会去做行政作为，所以行政作为他就说他应该要去看，表示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这件之所以重视，是医学问题、健康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有机会我们等一下再讨论。这个已经炒作成政治议题，但是他这次不是去做政治，也不是做医学，因为医学是专业的，他这次做行政。既然已经可以进口了，既然行政上规定要好好的标示，所以从进口到标示、检验等等，到最后通路上等等，这个部分他应该要去了解的。OK， 是，咱继续过来请教赵先生啦吼。其实咱看这个动作吼，伊讲这是一个行政的这个定数也好，啊，但是咱讲吼，这个过去咱讲爱去查厂的无去查厂啦吼，啊，咱讲吼，这个美国嘛，即阵讲因为这疫情的关系，本地爱去查厂的，即阵就先动起来。啊，其实伫咧进前也有真侪代志爱来去做的吼。这个执政党爱安怎去处理咧？其实这是执政党在有限的作为内底吼。尽量安尼吼，想办法让它曝光。OK。啊，其实这实际上的意义无介大。第一个就是参像主持人甲咱署长讲的吼，来底也未来嘛。是啊。啊，你即马查就是一个，互大家知影讲你有在做代志安尼尔啦。啊，毋过实际上的效果安怎，大家毋知吼，因为大家拢想讲是爱源头管理。什么是源头管理？就是你爱人派去美国去查嘛。是。好，这是大家较要求的。这即马做袂到。好啊，做这你讲。你若是讲检验检查，吼内底若是有莱克多巴胺，啊，毋过这种水质内底，你赶快是会当进口。这才是咱一般的民众，大家较烦恼的，讲吼，我是要安怎做分别？啊，即摆的问题，其实是讲咱的标章的问题，标章的品管的问题。我可能打台湾做的标章的时阵，敢有商家会当偷鸡摸狗，还是安怎的吼？虽然讲这个问题，照你来讲实在的吼，3个月内底啊，甚至讲半年内底，可能较无问题。啊，毋过9个月了后咧，1年了后咧，1年半了后咧，啊，大家会想讲，这个来猪会不会我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食到？啊，这个问题是大家较关心的。但是即阵进口商嘛讲唔敢进啊。对，即摆唔敢嘛，就是即摆唔敢，啊，大部分唔敢，有品质的唔敢，工会唔敢。啊，这细斤的呢，吼，啊是讲较边啊，你可能99斤、100斤，啊一斤可能是老鼠屎，咱惊讲要安怎吼？所以讲这个代志就是讲，为着这个开放的问题，
其实9成的米猪，伊是无咧内脏的问题，就一成大。是。啊，毋过咱咧付出足侪品管的成本，成本是足悬的，比管理来牛的成本高很多。是安尼讲比管理，因为咱食的猪肉的量较侪，啊。但是进口安尼比起来，咱就是讲9成拢是国产猪肉。对，9成国产猪肉，随讲，所以讲为着1成的进口的猪肉，你可能爱9成的人来，爱管理9成遐侪的人来管理，因为1成虽然只有1成，可是你派的人可能足以管理9成，可是你发现还是会有漏洞。所以讲上好的方法是啥物？拢卖去。对，就是大家要安尼想嘛，吼。所以讲一般来讲，咱的进口商嘛是自救，好说不要进来，安尼是对的。啊，不过人家怕后面有漏网之鱼，所以到最后可能在公投的时候，人民还是会觉得，安尼既然大家都无要入来，安尼还是立法规章可以省成本，这个想法。政府爱想到讲要安怎来甲大家说服，好，我想讲这个问题仍然还在人民的心中。咱继续过来请教当署长啦吼，伫咧线顶的这咱署长，咱有听到讲吼，其实真侪来宾拢讲着吼，即阵进口无进口，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这个问题呢吼。买手吼，真正的这个猪肉，若是讲吼一段时间大家拢卖记哩了后，这个进口商就会来入来，敢会安尼？李署长？应该是袂来，因为美国即马剩一成有迄落300种，也是莱克多巴胺嘛吼，是应该过无偌久，因为着产业好管理，应该就全部拢改无去啊。哦，这是我看到。啊，业者是安那袂去进，因为你进来的时阵，你都袂互人客吼，人客遐加工半成品啊，全部拢要退害你，要搁叫你赔啊，搁商业损失嘛要叫你赔啊。所以业者来讲，这是看袂起的。是。哦，啊，你除非你甲讲。你讲我这无内底若有诶，你就麻烦了。你个诚信诶，个诚信诶问题，对不对？所以大家一直想讲眼前无暂时无以后会有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拢是因为大家互相无信赖，家己无信赖业者，嘛无相信政府啊。这安尼，若要以安尼拢用迄怀疑诶角度来处理代志，安尼永远嘛袂解决的。是，李署长，你伫去年这个记者会头顶啦吼，嘛有讲到吼，其实咱讲虽然有这个鸟车赛，但是袂使甲所有做生意的人拢当做是贼啦吼。你当阵讲这个话，这部分是安那？因为你若做安尼，你就无一条徛起，你咧这业界也是你要生存就有困难啊。你就去互人点油做记号，敢若过街鸟鼠吼，做套人，想要甲你往来，对无？是。啊，其实咱个请教，代志应该是袂发生啦。袂发生啦吼。其实我请教李署长吼，过去你进口这个肉品嘛真久啊吼。咱讲吼，这个蔡英文总统伊即阵讲吼，伊经过3任吼，这个政府的难题吼，就是开放这个内地这个进口的这个部分吼。但是过去你自这个进肉品进遐久的这个部分来去看咧吼，就是讲伊真正吼排除掉这个难关啊吗？李署长？应该是安尼啦，因为咱国产猪占9成嘛，所以影响的赞助就较济较快嘛，对吧？吼，啊，美国猪咱家己才占4%尔，所以影响真少嘛，吼。啊，这个因为当初要宣布这，当然有较香港一丝啊啦，有所在想无遐周到，对不对？吼，啊，像你讲院长今仔日去看遐进口的遐流程吼。我嘛会当理解啦，因为伊都爱做伊该做的，敢若阮做头路嘛爱做家己该做的工课啊，所以不管是要做互看，还是安怎吼，我感觉伊是讲来较歹听嘛是真无奈啦，无做嘛袂使，做嘛互人指指点点，这无法度，应该是安尼。是，李署长，我甲你请教吼，上尾一个问题啦吼，就是你安尼看吼，虽然咱讲短期来吼，甲长期来吼，即阵拢可能看起来拢唔敢搁进啊吼，但是咱讲吼，这个真正若是有一个来进，咱买手的这个管理把关的这个工课，政府才搁来做甲啥物无？目前因为这个防漏机制其实已经足严的啊。OK。第一，咱甲国外买肉吼，伊顶悬的订单顶悬就会甲你拍迄 patent free 啊，因迄个国家吼，以美国来讲，迄农业安全部拢会出迄个无出迄个证明，拢有派兽医师伫现场检查嘛吼，你要甲拖迄个请的声明书，伊嘛会摕互你，
啊，即马来到咱的边境，即马大家拢咧验啊，啊来阮遮业者拢会验。OK。啊，去人家遐嘛会验，啊一个物件已经验5、6遍啦，啊你验无就拢无，啊你要讲啊内底藏有诶，哦讲啊内底无内底藏有，假使讲足侪做，像阮嘛做8到10%的国产猪吧，即马人讲啊，你这国产的内底是袂当进口。OK。哦，啊这拢是假设性的问题，啊大家拢无相信，就是会产生安尼啊。啊，无你讲啊，卖国产的人即马嘛足冤枉的啊，哦爱骹印手印拢转互人啊，大家佫无爱相信，是啦吼，安尼就足痛苦的啊，是毋是？是，这李处长嘛表达出吼真济这个肉品吼，啊这个进口商也好，也是讲吼本地这个吼，咱讲业者也好吼，一寡这个困境伫吼，啊其实吼对着健康这个议题也好吼，过去嘛一寡咱讲科学这个数字来去做一寡这个表现吼，感谢李处长吼，甲咱说明吼，继续咱佫请教这个啊，咱讲。这个主席啦吼，其实咱看到吼，只阵这个争议也佫存在啦吼，但是咱头拄讲到拍到品牌，可能台湾猪就无啥物问题啦吼。但是即阵大家咧讲的，可能唔单单是拍品牌这个问题尔，因为这个部分成本加真济啦吼。你哪能去看咧？其实最近的成本，若是伫咧拍卖市场的介绍，最近大家嘛会当看会到，你伫咧农委会公布的这数字，你就会当看会到。其实即摆的介绍嘛，无讲比较早2007年的时阵搁较悬，其实拢伫咧稳定，拢差不多这个介绍啊。有的人讲伊要家己起价，迄时可能伊有无共款家己的思考，也有搁有无共款的原因啦。啊，你讲这起价问题，最近因为过年要到，像我拄仔讲的，这每年的即个时阵，过年进前啊。搁有加上最近天气较寒嘛，啊，大家会食火锅啊，啊，搁会做较侪猪肉的产品，啊，这拢是正常的市场的迄需求造成的状况。是，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部分啊吼，这个猪价到底即阵是虾米款的这个情形吼？有人讲吼，这个猪肉即阵吼73.64啦吼，另外2020年迄当阵65块啦吼，啊2019年70.54啦吼，啊2018年的时阵71.36，另外2017年77.69啦吼，安尼看起来其实嘛无介悬吼，差不多拢伫咧66至75这个部分吼。啊有人讲吼，是安怎猪价会安尼吼异常来起价啦吼，啊农委会这个特务处长嘛讲吼，这近一礼拜以来啦吼，全台这个母猪交易吼。均价平均差不多是70块吼，无超过75，拢算是合理的这个价销啦吼。啊，春节进前可能会调控伫咧每公斤75块以下啦吼。那么看到讲今年1月甲2月吼，这个猪价供应量可能会有关到这个130万甲132万。只啦吼，比去年同期加2.3%啦吼，啊，因春节增加这个国产猪的这个供应量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吼，这个猪价吼，有当时啊，豆有人咧起价啊吼，咱等下才好来看这个例。啊，但是咱看讲吼，其实这个农委会安尼讲，这个猪肉价销就是甲过去差不多啊，安尼理由敢合理咧？这是安尼吼，若讲过年大家食较侪猪肉，当然较贵一点啊，这是市场的吼基价啦吼。基础就是安尼，但是那种用健康，啊，要来讲，我这个互你较健康，这个黑白讲的，因为即马个要无来个多把安尼低入来，啊，他也不用用健康来做，这个无道德。因为去炒作这个健康的问题过去有一遍咱的迄个狂鸟病迄阵美国的猪肉是袂使入来，牛肉袂使入来，迄阵向阳，大家讲防一个我一个朋友伊是进口澳大利亚、澳洲的这个牛肉。进口真济，伊讲有影响袂？是毋是电脑卡？伊讲无啦，电脑卡歹，大家拢唔敢食，专变含澳洲进口的嘛减30%啦。所以你炒作这个议题对这个头拄咱李主任讲，对这个养猪户啦，对咱猪肉销售实在是拢有害无益啦。OK。啊，为头到尾我根本无感觉这是健康问题。2008年，迄阵也会使讲是健康问题。因为迄阵个也唔知影讲这。那个多巴胺虽然美国2005年、2003年开始会使去饲牛啦，什么，但是有影，迄阵个无感觉讲这有啥物问题，所以伊怎安尼食，人美国人无发生代志，但尾啊，因要进口、要出口啦，大家开始这是有一个标准无啦，
理论上这个命是外加一种药啊，这是种迄个咱叫做乙型的吼迄个受体素，这受体素其实就是毋是咧互你散的受体素，迄是就是讲咱的类似咱甲状腺迄种的啦，大家会认这。茶叶内底嘛有呢，这互你新陈代谢较紧，新陈代谢较紧，当然较袂生肥吧。这个是本来咱毛，其实咱的药啊嘛有咧用啦，咱有2种是咱用，当然真正用伫动物吼，讲40几种，但常用的是8种。但这莱克多巴胺是内底上无毒的，比另外一个迄个中国迄阵发生代志迄吼减100倍的毒性，但这有毒性，这药啊拢是安尼，但是。偌济毒性开始对你有害啊！这爱做定一个标准，所以2008年阵因为无标准，所以那应该要零检出，这种诉求是合理的。因为佢要无一个标准嘛，但是尾啊佢足足研究愈来愈济，佢有一个标准出来。啊，这个标准伫2012年吼，这咱叫 Codex， 就是全世界这个标准咧定这个标准的这吼，7月迄搭遐伊个定出来啊，定出来吼，佢用10个 ppb 吼，这个浓度来定讲啊。产油量袂使超过这，哈，超过这有害无？事实上哦，爱足济，咱这叫 self margin 啦，就讲你那种有害，你会用啊比袂害，佮加差足济倍，才能够定出它的标准。毋是讲因为这对一半的人有害，咱甲定一半，毋是安尼哦，伊是定出来，佮几乎若卖超过这。几乎所有人拢无害。当然你讲哦，这因为这是用伫心脏啊，心跳快啦，等等，然后心脏病啦，心看较袂起，当然有安尼。但是那种根据美国食遐久来，也无一个证据，讲因为食这引起的啦。当然动物你来去吃足大量的，会引起足厉害的问题，甚至什么睾丸开始有血小影，但是足大量的。咱若在定一个标准，毋是用迄是一开始咧看即个物有毒性无毒性用安尼，但是要定一个标准，迄个标准个要定啊到大家拢无害，才会使定出来啦。可能是拖到2012年才定出来，是因为爱做足侪研究的。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吼食遐久啊啦，嘛拢无啦。阮一般拢医师啦，伊嘛伫阮咧网上讲阮嘛食足久的，我拢捌听过伊的患者是家本身。有啥害处？所以这项代志，为头到尾我拢袂认为这是健康问题。为2012年了，咁是健康问题啊，因为有标准啊，有标准，按照标准来。咱这边吼，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疫情控制，啥会才成功了嘛？因为大家拢尊重专业啦，拢专业咧讲，都照专业讲就对啦，拢袂使这违背这个陈时中的这个逆时钟无安尼啦。但是这边害啊！这边这来自的问题吼，竟然讲到变毒株啦。迄阵莱克多巴胺啥会通过吼，会使去定这些。迄阵讲啊，因发现讲这是吼，所有的这个受体素内底上无毒的。因为安尼较伊较中奖的个对，伊较拿出来用的啦。所以这上无毒的物，佫有一个标准，这个应该要用科学的问题来解决，应该用专业来讨论。但是一开始吼，这项交这个。武汉肺炎病毒有无共？武汉肺炎病毒，咱有SARS的经验，所以大家拢知影讲，袂使去政治讨论啊，一定要专业讨论。但这边吼，这个来做问题吼，佢也未入来，未前尾拢用政治讨论啦。当时啊，政治讨论，因为迄阵来鸟的时阵吼，我是政治讨论无对，但迄阵合理，因为迄阵佢也无标准嘛。所以当然国民党尤其马英九。互这个来鸟入来，来鸟就迄阵又食着鸡无毋对，讲足善的，互恁讲，所以即马吼，即马看到来猪要入来个批啊啦，大家政府拢有这来鸟来猪的压力，这阿扁迄阵嘛有啦，迄个阿伯也有啦，即马蔡英文总统也有啦，但是这个尾啊吼，还是一关一关爱过啦，所以莫叫讲迄是上无道理的啦，因为来鸟佢入来啊。咱即摆咧讨论的是莱克多巴胺有毒无毒，毋是咧讲牛也一滴有毒无毒。你放伫牛内底，放伫地内，拢相共啊，怎么可以跳得这么？现在会当吼无共标准哈，但是咱讲进来鸟很对，你进来就很不对，就是听无咧。应该是讲莱克多巴胺吼，有时吼美国牛较进2趴尔咧，咱食的牛肉猪肉咧较2趴，毋是像牛呢。牛吼一当伊进偌济，伊一当去进6.5公吨呢，的牛呢，牛肉，但咱猪肉是进
美国真足少。即摆2%内底尔，佮敢若10%有迄个莱克多巴有瘦肉精尔，10%嘛无，所以是0.2%的机会尔。而且吼，我想吼，因为安尼了吼，含这2%吼。会减少哦，因为遮大陆讲，你也个表示美国牛尔吼，美国猪尔吼，就是大陆含这嘛无爱买，无爱咧插伊讲伊是毋是有莱克多巴胺无咯？因为内底是1/10有尔，但是吼无，尤其即马当然短期内是无啦。一个特别无爱进有莱克多巴胺的啦，所以短期内无，长期内底嘛是2%尔。啊，无可能讲因为有进莱克多巴胺，大陆尽量认真食莱克多巴胺会低，因为这无较俗哦。入去就无较俗哦，所以你无可能因为安尼若要较俗，你去食加拿大会较好啊！你头先对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个讨论，这拢黑白讨论的，这拢是政治的用语。但这个政治用语不应该尊重专业，啊若无吼会害到咱市地的农民，因为大家人安尼牛啊，到尾乱去啊。是，咱来看讲吼，其实这个因为这个政治的这个因素吼，头拄啊，这个署长吼，甲咱回过头啦吼，来讲到2008年、2012年这个 Codex 吼，这个成立过去，啊，甲吼，咱这个前后吼，执政者吼无共款吼，一寡这个争论伫咧吼，啊，因为吼，这个蔡英文总统伊讲吼，经过3任总统伊的这个难关吼，伊无法度搁回避吼，这个责任啦吼，啊，但是即阵嘛引发着吼，前总统马英九吼，开始咧骂这个蔡英文，吼，伊讲吼，啊，咱先来看讲蔡英文总统伊先讲吼，咱讲吼。开放国际标准的这个牛肉甲猪肉，这个进口决定哦，所引起的这个议论也好，纷纷扰扰好啦吼，伊拢会当来体会。啊，但是咧，现在过去的这个政府哦，做出开放的这个承诺，吼，会记了，伊讲是开放的承诺，却无法度落实吼。啊，伊佫讲吼，头拄咱们讲过，台湾是依赖贸易生存的吼。啊，经过3任政府的这个难题，已经无回避，甲这个无处理的这个空间吼。但是头拄伊讲吼，为什么过去政府所做的这个开放承诺啊？但是即阵伊讲吼，到底过去政府做啥物开放的这个承诺，到底伫倒位来啦吼？啊，国家元首那会当吼安尼吼空嘴无舌啦吼。另外，这个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伊安尼讲吼，伊讲蔡英文这个话吼，都证明讲过去3任总统拢有守护国人健康吼，敢若蔡英文总统进口内地吼开放北来，牺牲国人的这个健康是史上上届吼，屈将咱讲美国无能的这个总统啦，咱个继续来请教赵先生嘛，继续来回应头拄啊这个署长所讲的。因讲过去吼，这个国民党捌食过鸡啦吼，啊，即阵恁换因食鸡安尼吗？这讲实在吼，其实拢蔡英文总统讲这3任政府吼，我认为哦，倒不一定是在说马总统哦，3任政府可能嘛阿扁啦。可能为阿扁时代就开始讨论啦，所以这个承诺无一定讲是马总统做的，无可能，有可能讲是阿扁做的，伊唔知吼，爱问家己对吧？伊家己出来讲，啊，无看起来是马英九总统有这个反应，表示讲伊无安尼做嘛，表示讲伊无安尼做，但是这个是不是阿扁做？这个美国股应该是同款标准，一定是无嘛吼，因为这个都是有压力的，啊，都有压力之后，咱一定要问到人民讲，吼，你会当接受倒一款？啊，猪肉当然就是伊当时的时阵，大家无法度接受嘛，种的原因嘛，吼，所以讲咱无开放。啊，因为最简单的啊，咱甲美国好，啊贸易要开放，啊，毋过袂当大过食安嘛，伊当时的原则是安尼嘛，吼，所以讲安尼做这个权衡里面变有限度的开放。是。啊，即卖是变做为有限度变做没限度的时阵，为什么没限度？这中间开放踩在倒位的时阵，就要解说啊。譬如讲，咱拄则讲院长今日做个检查的时阵，人就刚刚问讲，伊有检查，伊检查是猪吧，还是北内的？因为大家拢感觉讲北内内底聚集的这个比例，可能较无共款，会较济嘛。啊，你若是有检验北内，大家就敢信任讲啊，你有敢检验猪肺，你有检验咱的肝连啊，种的即款的。你若是看到一般的猪吧，结果北内拢无咧检验，大家无咧信任啊。好，这是大家烦恼的物件。啊，即马佫无关系，因为即马内底佫无还未入来。啊，入来了后呢？入来了后是要安怎呢？啊，对不？啊，所以大家一开始都不是要开放跟不开放的问题，是你如何做到有效的管理，让大家觉得即使进口嘛是安全的，我的知的权利嘛是好的。所以即马进口应该是大丈夫，这是安怎管理？对啊，拄则我问的问题有解决无？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所以讲大家无放心啊，无放心。咱以前的政府是讲。无放心进前，就先卖进口，咱搁看卖。啊，即马是无啊，我先进口，那是有问题，咱搁讨论。是哦，所以讲这个顺序，这个程序，
并斗过来嘛，所以大家会觉得那安呢 ，OK， 所以这个东西才是民众最在乎的。但是即阵讲哦，这个上紧这个鸦片3个月才入来吼，所以我还有3个月时间通好准备。这3个月其实对政府来讲是最重要的时间吼。你会当证明讲即寡疑问你就当解决，若是无解决，那还是讲亲像咱8月到12月即款的态度，我讲实在，安尼咱是足烦恼的。所以即阵佫会烧到这个今年的8月，咱讲8月，这个咱讲有一个这个内地的这个公投吼，啊，其实这个公投嘛是有伊的这个作用伫的吼。到底这个公投会过啊袂过吼？其实大家拢天开目睭咧看吼。啊，其实佫讲起来吼，其实这个前3任的这个部分啊，咱讲这其实是一个危机、一个转机、断骨的这个对地龙来讲是断骨吼。但是安尼政治的这个纷纷扰扰，作为这个本土的这个地龙，你安怎去看呢？其实，即摆即个时机啊，本土的地方只要做好家己的本分，啊，阮较努力的家己的地啊饲好，啊，有机会像即摆政府嘛是希望讲有机会会当台湾的猪肉会当进口去外国。啊，其实台湾即摆因为口蹄疫的代志，这20年来拢无啥物进步。啊，介济阮毋管是饲猪的迄个伊的家畜的设备，抑阁有阮几个迄冷冻设施，抑阁有屠宰线的猪仔的管理，遮每一个即马政府拢开始伫做。其实这嘛是一个介好的转机啦。OK。啊，互阮大家几个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会当去。真少去看讲有啥物所在会当搁去进步。希望讲即个时间，台湾的饲猪的农民，抑阁有规个有关猪仔的产业的业者，大家拢会当配合啊做好，大家顾好大家本土人的食安的安全。是。啊，规个台湾你的形象做好，饲猪的行业会当。进步甲会当出口，这是嘛是一个介好的时机。是，咱讲这个出口敢真正有开放啊嘛？因为这个口蹄疫北针，啊，甲即阵咱讲吼是一个断骨的这个机会。其实讲全国国际的一个要求吼，台湾的低温嘛也袂拔。一个传统的这个低温也未完全消毒啦吼。也未完全的拔针啦。是。那这个问题嘛是有。介济爱努力的空间。OK。啊，政府抑阁有阮的业者，大家拢伫努力伫做即个改进甲会当提升出口。啊，遮爱靠大家做伙，比如讲即届即个美国内地嘛是会当互国际上看到讲台湾的猪肉伊的品质甲内地虽然讲伊有较贵。也毋过会当阮发现一个台湾本土的特色，也阁有伊的管理的品质，这嘛是介重要的一个机会。是啦吼，这个断骨非常重要吼。啊，但是咱讲吼，台湾猪啊，阁有这个美国吼内地的这个吼开放之这个争议啦吼，其实也阁存在啦吼。谈多啊，咱嘛讲着吼，这个1月甲3月吼嘛是一个吼机会啦吼。啊，8月甲12月，咱相信过去即种当吼，这个讨论的这个空间，也是讲吼对话这个空间无够吼，才引起社会这个纷扰遮尔济啦吼。所以甲3月进前，真正第一批这个内地的这个猪肉，若是有人进吼，这个检验就非常重要吼。另外，咱嘛讲到为着要开放这个3肉种的这猪肉进口咧，虽然咱嘛看到讲教育部嘛要求讲这营养午餐的这厂商全部哦拢爱用到台湾的这个肉品。不过咧，咱看到地方政府就是严守戒备啦吼，亲像讲台中、台南嘛好，拢有这个吼分这个3肉种检验这吼，和这个学校通互去检验啦吼。啊，台北市是认为讲什么校园的这个肉品专案吼，对大家开始咧就要进行全面调查，先做来看。台中惠文国小的灶骹早起就开始无用咧准备开放内地进口了后，学生的头一顿。台中市政府采购内地汽车，提供学校随机抽检，自主把关。教育局局长尤进生早起7点嘛来学校查验，确认汽车2条线，就代表猪肉无内地，坚持零检出。地方的这个条例啦，是违背了这个中央啊，但是呢，我认为啊，守护孩子用餐的这个安全。是没有任何的妥协，也不应该有侥幸的空间。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来把我们平常做的这个测试
在各位面前再来呈现一遍。为着防止来自进入校园，各县市政府都唔敢放令，目前有提供4个予学校的，包括台中、台南、嘉南、甲中华等等的县市。若是台北市是第一个做校园诈骗的专案查获，都测试开始破查。如果发现到有违反相关合约的话，我们不但会有记点，可能接下来他就没有机会再标台北市的相关的营养午餐。啊，不过地方自治条例另检出，抵触中央法令，部分县市拢已经准备要申请释宪。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诈骗公司的时阵表示，隔一段时间，大家抽检拢变作形式，这是更较需要政府来严格面对的时阵。是不是请进来跟不进来是哪一家进口商？能不能很快的公开网络资讯，让大家来判断？政府随时抽验，以及随时寻找第三方来验证。其实政府更应该去看待这一点。就算一言一言闭关，有家长甲学校也是真烦恼，学生可能去食到来滴，啊，不过有进口商推测，若是1月份就订单，照顾这过几100天的时间去估计，上近4月份来滴才有可能进入市面。毛业者估计，今年顶半年以前拢未有来滴入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像咱看到吼，这个学校校园遮吼嘛进行一寡这个把关的吼，但是真侪这个吼，咱讲政府相关的这单位拢是完全禁止的。咱嘛看到讲吼，进前翻来滴这个医师吼，苏伟硕伊嘛伫个面册头顶讲吼，若是安尼禁落去啊 ，WTO 其实会当吼因吼全国还是讲全球的这个其他国家来告台湾安尼吼。安尼违反到这个 WTO 这个一寡这个规定啦吼，但是莫讲这个全球，咱先讲这个国内就好。国内也是对这个中央甲地方吼有一寡这个政策这个部分啦吼。咱过去嘛有整理到这张图表吼，搁一解互大家来看吼。啊，台北市吼这个超商吼卖场讲吼，啊有设一个吼无含内剂这个专区。另外新北市使用这个进口猪肉，都要自主来送验吼，明确表示讲吼这是无含内剂这个部分。另外咧，这个新北市是讲吼，这个卫生局这个代理局长吼，伊讲吼新北市的这食品安全这管理自治条例和中央的这标准是较一致的吼，未来嘛会依循着这个全国的标准啦吼。但是有一寡吼，可能这个县市哈，可能会甲中央有一寡吼小赌吼，这个小赌可能过去吼对抗着这个中央啦吼。另外嘛要申请着这个释宪的这个部分啊。继续咱申请到署长啦吼，这个过去你嘛是做过这个嘉义市的这个地方官吼，你当阵嘉义区真严哦，啊，但是这回若是拄着甲中央这个部分吼有小赌，安怎去解说咧？对，即马吼政治人物吼遇到即个代志吼，因伊开始模模渺渺拢想，我要保护人民哦，拢想安尼，但是啥这爱保护伊毋知呢？因为所有的食品添加物足侪种，实际上毋是干那这尔啦，足侪种，逐项拢爱有一个标准，所以卫生局就是讲爱来定一个。按照这定的标准，这定的标准是中央爱定的，啊，参考国际。但是我地方较严的，敢袂使？无，毋是，伊这个讲你严要创爱啦吼，你严要创爱，啊，搁来你做会到，做袂到。OK。啊，这意思就是讲，这你严要创爱，啊，做会到，都拢爱用科学。所以这边吼爱有较侪卫生局的人，还是叫农业专家，还是医学专家，来出来讲这样代志，毋通拢这我睇看遐吼，拢是政治人物咧讲的啦。啊，搁来就是讲。教育吼单位吼，因为怎掉进去，这意思讲怎说变无专业吼？伊就讲我要保护我的囡仔，我要保护我的军队，我要拢说讲伊遐去，这规个吼战略个错误啊！这个毋是安尼，这袂使安尼。当然吼，你感觉讲我这事安足重要的，安尼叫政治诉求啦。咁我哪有在保护人？我知影事安足重要，无毋对。但是问题你要定出一个标准，那你按照这标准做对啊。郑作新他有讲，即马因已经会啊嘛，因理论上甲伊讲，安尼过来是要安怎管理？甲伊讲这，袂使讲啊个美国这猪肉袂使伊一定，因为莫叫安尼做吼，他们讲伊甲即个国民党吼杀去一个，变成那是反美啦。啊，美国人啥会生气？美国人是还是毋是讲你个照步来照世界标准来拢不要紧，你莫甲伊讲来猪不行，啊来猪不行不要紧，这个人吼按照标数要食毋食领导的代志，迄不要紧。但是你袂使讲我来自是毒株啊！你讲毒株这句话，你是凭啥物科学证据？无啊！所有添加所有的添加物拢是有毒，含水啉济嘛有毒啦。他们讲，所以这个袂使用安尼，咱应该甲伊讲科学，按照科学来做，安尼毋较一个交世界当同步的国家。一个标准定伫遐啦吼，但是讲无超过。美国人想拢无奇怪，啊来牛你个讲会使，啊我来牛的莱克多巴。
叫你这个。嘛是 ractopamine 哈，拢相共，啊，无讲成分无共啦，没讲做特别甲牛做的吼，哦用的，啊个猪做用的，啊猪该用较毒的，所以你叫做毒猪，哦，啊若准讲牛用的，无毒牛，是，啊个一想无嘛吼，一想无，啊但是整个氛围变做讲，啊你啥，你是反美爱反到这个程度上，你反美你嘛无需要甲我的就讲做。毒猪，阮遮食遐久啊，佮无代志，所以大家应该回归专业啦，吼。啊，当然，这个教育单位，我是感觉讲哦，是矫枉过正，但是无要紧。如果他说我要保护囡仔，啊，你想要保护囡仔，是爱偌济量，较叫做保护囡仔，你唔知，啊个凊彩讲这样子唔好，这个变做讲咱吼，像我头个讲到武汉会，咱做得遐好，因为专业嘛，大家一直专业，一直讲专业的代志嘛，啊，我有政治无有啊，嘛有人讲口罩。袂使禁掉，嘛有人讲啥有诶无诶，但是无要紧。即个部分哦，慢慢啊，大家尊重专业，了无发觉这较正是保护咱诶。是。当然，蔡英文总统伊较客气，伊讲啊无，请大家体谅啦。啥？因为阮过去有共反对过来猪来牛哈，所以伊才讲，当然迄阵诶反对我讲一遍咯。2008年以前诶反对啦，吼，迄是无啥物。特别奇怪哦，因为迄阵佫无资料嘛，但2012年以后反对，迄个无应该，人迄有资料啊，吼，有资料该按照资料，开始一个文明国家嘛，所以伊客气讲，歹势啦，因为吼，佮即为着国家的发展，啊，咱是毋是吼，会当体谅我来进来做？伊我真客气呢，伊我毋敢讲，我感觉讲，我叫医师来，我叫迄个赖教授农业的来，甲因讲这不要紧，安怎？伊毋是讲，伊讲。请你体谅，结果将近70%的人赞成伊即个做法。OK， 啊，表示讲，你若种讲民众会当体谅讲伊来进来猪，过来就是讲安怎表示我较好呢。OK， 结果国民党拄倒兵，要你讲季节毒猪，什么啥有诶无诶，即个做法美国当然看得袂爽。OK， 讲到即个美国吼，其实咱嘛是爱，咱嘛袂使反美到迄程度，因为啥，咱台湾交美国做好朋友，大家照步来，照科学来讲。因会当接受，你若种讲用安尼程序化、民粹式的做法，我想吼很奇怪。啊，你若是讲即个科学面也要公投，更奇怪。你要公投讲有毒无毒，毋是呢。你会使讲你要食，你去食；你不爱食，你莫食。要求标示清楚，这才你即个政治的面啊，科学面袂使用公投的呢。OK， 咱继续吼，先请教这个赵先生啦。他都嘛讲到吼，其实这个。过去吼有一个历史的这个部分吼，啊嘛有讲到这个上新的吼，其实这个美国 AIT 吼，伫咧甲这个罗秀燕这个市长见面了后啦吼，嘛引发到真侪这个风波。咱看到讲这个 AIT 其实就碰到真侪讲，我的这个美国猪就是无问题，啊这个内剂吼 ractopamine 嘛是经过着吼，这个咱讲 FDA 这个认可啦，还是讲这个 Codex 这个标准等等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 AIT 尾啊吼，这个咱讲 Williams 吼，伊这个部分吼，伊尾也无感谢这个咱讲这个罗秀燕这个。市长啦吼，这嘛是引发着另外一个战术的这个讨论。但是咱头拄讲到，国民党真正反美吗？咱头拄这个市长讲到啦，你安怎看咧？你无可能反美啊！啊，毋过咱的原则就是讲吼，亲美袂当超过，不能抵触食安。啊，和中嘛，有和中嘛，和中袂当抵触国安呐。那是国家安全有问题的时阵，你搁啥物和中对无？所以讲，咱有咱的原则，做代志爱。站在人民的立场，啊，讲到罗秀燕市长这上好啊，罗秀燕市长他所捍卫的那个条例是谁的条例？是2014年到2018年这4年中间制定这个条例的林佳龙市长嘛。啊，拄则咱讲 Codex 的标准是多一年出来的？2012年嘛。那若是讲民进党伊当时就讲啊，国际标准出来无问题，那我请问你，为什么2014年到2018年的时阵，民进党的关市首长、首长还是制定这样子的一种零检出的条例啊？讲议会拢是国民党较济啦，议会提议的。好啦，这是议会提议的，这是因主导的，这是县市首长。那是议会。台中咧，我较了解啦。台中咧就是议会，就是这个县市政府主导的，他需要这个议会认可。是，所以说那个民进党你当时
讲无反对，这是讲袂过，这是实在是讲袂过吼。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我们还是在乎这个内脏的这个问题嘛，北大的物件，北大的问题嘛吼。所以讲即马讲这个咱内底有这个自治条例，那我请讲这个到底是不是政治问题啊？如果这个处理是政治问题的话，啊我就想讲，为什么基进党的国防部讲军人卖假？为什么警政署讲我警察嘛卖假？为什么教育部讲我学生卖假？啊，若是这真正是好，你就讲唔对，吼，咱地方拢是唔对的，我才是对的，我的学生会当食，我的警察会当食，我的军人会当食，无嘛，这表示讲，奇怪，那怎么这个中央的态度说是我嘛卖食，你会使，啊，地方讲卖食，你袂当，那这样子不就是反而是感觉是一种政治在处理的态度嘛？如果要一致的话，中央就是讲，我感觉会当食，你拢是政治的问题，吼。所以讲我一致性，哈，所以讲我部会内底，我中央所有法令，不管你是行政规定还是法律，无差，就是会当食，无嘛，不是安尼，所以人民才会混乱，人民才会矛盾。OK， 就是讲你所有这个标准拢爱一致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因为这个内地这个问题吼，农业的进口，但是咱台湾人吼有一寡这个生理人真正吼头壳洗了真紧啦吼。这个还未进口这个猪肉，咱肉品就先来起价吼。咱看到这个新北市有一间吼，这个卖这个吼，咱讲香港的这个烧肉这个店吼，起5块至10块。伊讲吼，这个过去吼，这个咱讲吼要用到这个即阵吼，要用到本国国产的这个猪肉吼，啊到底你过去用的肉是啥物肉咧吼？咱看到讲吼，1月初吼，因为这个内地进口，啊咱讲吼上紧嘛，就要4月才有内地啊。但是新北市这个部分吼，伊过去本早就使用这个加拿大进口的猪肉吼，安尼伊嘛是老实啦吼。伊即阵讲伊是用加拿大60块吼，这个部分吼，啊咱讲国产猪真正成本较悬吼，啊但是咱讲新北市好友伊讲吼，会请这个消保官吼去掌握这个情形啦。另外新北市吼消费者保护官吼，伊嘛讲着吼。经过调查、调整介绍，也伫咧合理的这个范围内底，未来会继续来去观察啦吼。啊，农委会这个畜牧处讲吼，这个咱头头讲着，毛猪这个介绍无超过75块，拢是合理的介绍吼。啊，即阵咱讲毛猪每公斤交易量吼，也是介绍吼比同期啦吼，去年这个加3至4块吼，拢是因为这个今年9第1吼北占成功吼，重新开放进口吼，啊春节进前这个毛猪交易吼，虽然平均价会起啦吼，但是农委会尽量会调控伫咧75块以下啦吼，1/2台湾这个毛猪吼，介绍拢是这个每公斤75.01块啦吼，所以咱头拄也嘛讲到吼，咱讲这个政府的运用，啊嘛有这个私底下这个业者的这个运用啦吼，啊过去拢是使用这个毋是咱讲国产猪的这个品牌这个肉，即阵拢啊改用这个国产猪啊吼，头拄咱嘛讲到吼，这是针对吼，咱讲这个国产猪的这个品牌有另外一个出路吼，但是安尼吼，恁会阁拄到啥物问题无？其实像拄啊，迄郑大哥讲了介好，即马最近这几年吼，大家拢遐注重即个问题，啊，爱用台湾的猪肉，这拢是正常，过年进前起价拢是正常的状况。啊，其实我较烦恼的是以后，像拄啊讲美国的牛肉，10年前美国的牛肉还未开放进前的比如，甲即卖比如美国的牛肉有偌济？啊，阮会当即卖，因为这有录影嘛，会当3年后、5年后、10年后来看，美国进口的猪肉的差别有偌济？是。台湾人明年阁会记咧今年安尼吵吵乱乱，啊，明年选举。后年选举了后，大家检查，还阁有进口的人、使用的人，大家会去检验的，阁有偌济？这今仔日这个影片，即届的这节目，就是会当比较明年主持人，你都会当来去看讲，进口的这猪肉的成长有偌济？是啊，这是3月以后要去注重嘛，爱去烦恼的问题，也毋过。若是国产的品牌的猪肉，你若做了好的，其实阮业者拢袂烦恼。OK。颠倒是讲拄着遮无好的问题，大家拢会爱用。品牌有好的迄品质的猪肉。OK。啊，其实我较烦恼的是讲，政府讲75块以下，伊就会管制控制。其实这嘛，你若是自由贸易的一个市场吼，这是正常的状况。你若去控制，比如讲，阮遮我有一个资料，就是农委会这2010
2010年到即马，今年的这资料，啊，2014年的时间，几年的平均价是78块，即马其实是73块。啊，大家看，2014年到即马，消费者的阮的人工的成本有起偌济，啊，饲料的成本起偌济，这其实拢爱去考虑到。袂当讲啊！你10年前平均价75块，10年后平均价嘛75块。就是讲，这个起起落落，恁的这成本买个按算落去啦吼，就是袂使讲哇，我这平均价就是安尼啊。为着即马要控制啊，这拢一个要安怎讲恶性循环。一个恶性的这个循环伫啦吼。对，因为你讲低价起价，安尼就会政府就会去平衡你的价销。啊，你平衡你的价销。我成本本底就下真重啊！吼，你安怎来？合理。敢合理然后。啊，这嘛是爱小可去考虑到即马人工的成本，也搁有你的消费物价指数，是啦，这拢是爱去考虑。好，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同青我们新闻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